易經金融呢啲節目。上一期1月我哋預測一樣啦，都係平同埋升少少嘅佈局，但係中間咧都有幾個裂口喺度，所以大家要買賣嘅時候咧都要小心啲，因為市場咧成充滿咗波動性喺度㗎。我哋睇下個內容啦。今期咧已經係第105集啦，就係11月份嘅10號至到11月份嘅14號嘅。咁人生本意裏邊咧，今期我哋講嘅人之道啦，因為人好處於唔同嘅位置嘅時候咧，就有好多嘅層面，生活嘅模式都唔同。好多時我哋要了解種唔同嘅生活模式，先知道點樣去改善自己啊，同埋明白點樣去通達呢個世情啊。面對一啲唔同嘅危機啊上咧，都會有個生命提升改善嘅因素喺度，所以呢個你慢慢學習嚟要好繼續落去。喺我哋個易經主體裏邊咧，屬於陰陽五行八卦組合為主嘅，咁配合佢嗰個轉化嘅時候咧，形成一個64卦嘅唔同嘅思維模式咧，配合喺我哋嘅行為啦、策劃啦、管理啦，以至係面對一啲唔同嘅危機咧，都係適量咁去控制啦。咁配合埋啦，我哋唔同嘅學員啦，學嘅嘢唔同之外咧，多咗元素上嘅分別之後咧，佢諗嘅嘢可能又有差異嘅，所以最終達到一啲咧，點樣去做到財富增長？增長完之後，最緊要多啲做善事，先至能夠增加啲福運啊！我哋繼續好。今期到第36集啦，就係講風水呢個五黃星嘅類別啦。五黃星咧，一般嚟講我哋叫大凶星啦。咁啊，飛臨嘅唔同嘅位置咧，通常咧就會有啲危機啦、困境啦、破財、病情加重啦，或者有意外添嘅。咁我哋好多時咧就會放落啲咧銅嘅擺件喺嗰個今年嘅五黃星嘅位置咧。如果個位置比較大，我就擺件大啲啦；否則我就擺啲細件嘅，或者啲5個銅錢啊，一件銅嘅擺件都可以改善佢。咁我用嘅方法就係土生金嘅原理將佢化咗去啦，咁樣啦。咁至於其他啲旺位咧，我哋就可以放一啲咩咧？當年啊，或者啱用嘅風水件咧，將佢提翻升去，咁就達到一個咧陰陽調和，或者將啲凶性降低，吉嘅擺好啲，咁啊點樣咧都會提升到個作用嘅。好，繼續講埋咧投資之道裏面啦。上一期我哋講佢賺得多不如守得多啊，今期講佢第二 part 噶啦。咁第二部分咧就係話咧，當你增加咗收入之後咧，其實你嘅消費就自然會增多之後咧，點樣去投資啦，去買啲中意自己嘅嘢啦，或者去交男女朋友啦，去旅遊啦，去買一啲唔同嘅產品啦，都會增長，令到咧佢嗰個財富會減少啊。咁除咗呢啲消費加重咗之後咧，你點樣令到另一重咧？就係點樣加翻嗰個收入啊？咁其中一種會付出的話咧，我最有用咧就係為學習啲唔同嘅知識咧，提升咗你個工作能力咧，對人嘅能力咧，咁自然咧亦能夠面對更多嘅考驗。咁呢種係其中一種咧，令到你守得錢嘅方法嚟㗎。我哋繼續睇落去啦。好啦，呢一個就係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咧，當時咧就係25,906點嘅，咁當時嘅卦象就係風天小出到呢個巽為風卦嘅，咁當時嘅效果就係話咧，配合嗰5支卦咧，就會係一種平或者升嘅佈局為主，最終咧就升到26,241點嘅，咁我哋睇下個圖像啦。圖像咧，你見到咧就喺邊一度最多咧就係星期1、2係升啦，到星期3嘅時候咧先跌咗落去一個大嘅裂口，到星期4嘅時候一個裂口又上翻嚟，全個星期裏邊最低咧就喺星期3嗰日，同你睇我哋講嗰個位置咧亦係一樣咁樣咯。但係有一個因素大家要小心啲啦，咁投資個量咧減少咗，唔會依家到星期5得翻2,000億邊啫，咁呢幾日咧都係大概2,000零億、2,300-4億左右度。投資嘅金額越細咧，風險就越大啊！大家要明白，做啲準備。另外啦，減息情況出現咗之後咧，究竟會跟住有咩發展咧，都要做一個準備功課。我哋睇埋美國市啊，美國市咧基本上咧由佢個高點啦，48,040點咧就可以慢慢回調一部分啦。你見到中間咧星期2嘅時候個裂口咧，其他都會跟住冇乜話特別。到星期4晚、星期5嘅時候咧，又有個裂口啦。咁資金上咧太高位咧，佢好多嘢都會回調。你點樣把握啲位置？千祈唔好過分去投資，呢個有個重心點。至於止損位咧，暫時咧都係保留喺45,000點呢個位置啦。咁啊，繼續睇落去啦。好，如果有興趣咧，我哋今期咧就開始講一個風水嘅佈局啦，或者一啲財運嘅嘢。咁就第一講嚟嘅，咁就喺11月嘅20號嗰度啦，喺尖沙咀嗰度舉辦。有興趣可以打埋嚟報名啦。
好，新一期噶啦，呢個就咁咧。今期我哋嘅卦象咧冇乜主導嘅卦，但係咧啲卦象都唔係咁好，所以反反覆覆嘅情況咧就一定會走咁嘅情形。咁星期一咧就係澤雷隨卦配澤地水卦，呢種又沉實咧又震動不安，所以跌或者平嘅佈局為主咯。到星期二啦，有啲近為山卦，至山火焚卦。山卦咧係指阻住你前門啦，停低咗啦，唔喐嘅現象嚟嘅。咁焚卦有啲突然間爆升嘅現象咧，上上落落嘅。咁終於咧，可能個反反覆覆個局，或者係偏跌嘅機會率仲要大啲嘅。好，到星期三啦，就係啲地山謙卦配一個雷山小卦。地卦咧一般都係屬於向下嘅位置嘅，雷山小卦呢啲咧就於突然間有啲危機啊、耗損啊呢啲現象，所以星期三跌嘅機會咧又比較大。到星期四啦，又係啲天水訟卦配一啲澤水困卦。訟卦本身咧有啲競爭啊，大家唔同嘅組合上嘅差異啦，已經係有問題啦。困卦就即係將個問題更加深入化，咁變成咧就可能會令到嗰樣嘢咧一路減慢，或者甚跌，或者平低咧，最多係咁樣嘅啫。咁另外星期五啦，就係啲火風鼎卦配山風蠱卦。鼎卦咧本身係一支好嘅卦象嚟㗎，但係蠱卦咧就係一啲未知方向，但係因為火卦有向上式，即係富富落落啦，所以最終可能平嘅升。全個星期佈局咧都唔係好穩定嘅狀況。我哋睇埋啲全個星期嘅卦象咧。全個星期咧又出現咗啲澤水困卦，配一啲雷水解卦。困卦頭先都講咗啦，即係一啲危機加重加深啦。咁解卦就有一種改善嘅情況，配合埋前面我哋嗰五支卦嘅組合之後咧，相信今個星期嚟講跌或者平嘅機會率比較大啲啦。但係投資自己要小心啲啊，最緊要嘅。有興趣可以過嚟報下堂啦，上集學習下啦。風險咧自己安排下，祝大家好運。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